知道我的事情带给社会大众一个很不好的示范，我也伤害了爱我的人，我伤害了豆豆，我除了道歉，我不晓得我还能做什么。大家可能有很多的疑问跟不满，但感情的事，我就有人一直打给我，可以让我好好讲完吗？让你好好讲之前，再为大家复习一下，全明星运动会的艺人何梦远与才子两人各自拥有男女朋友，却被爆出双批偷吃，而男方偷吃的对象还是正宫女友的闺蜜。身为男人，这种诱惑一定要回去。事件爆发后呢，双批的两人原先抵死不认，但何梦远正宫女友实在看不下去这对狗男女，是男友跟前闺蜜啊，于是 po 文控诉两人都在说谎，呵呵，这下纸包不住火啦。我跟何梦远确实是有暧昧像情侣间的行为，造成全明星运动会的困扰，深感抱歉。我会自己退出全明星运动会，对不起蓝队，我愿意接受公司对我的一切惩处。这才子事后招认跟闺蜜男友有一腿，但因没在第一时间诚实告知公司原委，遭到解约。而另一方的何梦远起初也只是在脸书 po 文谢罪，但无法平息外界怒火。19日终于开直播露面谈劈腿事件啦。大家可能有很多的疑问跟不满，但感情的事，我就有人一直打给我，可以让我好好讲完吗？我只是想要为我的行为道歉，我的不成熟，我的幼稚，然后我在感情上面处理的不好，然后导致这些伤害，我很抱歉。其实这几天我心情很复杂，然后我知道我做错事了，那我也接受大家对我的指责，大家对我的批评，我都接受。我只是想要再一次的跟所有人道歉，说对不起。我伤害了豆豆，我希望大家可以骂我，但是不要在底下互相在骂对方。那我也有看到圆圆跟静轩他们有来留言，那我没有多做回应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再怎么说也不会比我们更了解。也希望大家也不要去骂他们，我能理解他们的立场，他们只是要帮朋友。我跟豆豆自己私底下要处理的事情，那是我们的事情。然后也很对不起制作单位，我们该承担的、该受到的惩罚也已经决定了。其实我这几天我看到有些人叫我去死一死，我其实觉得我如果真的这样做了，事情就结束了嘛。你们要怎么骂我都可以，但是有关于生命的、有关于家人的，我真的会很难过。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种网络霸凌，但我知道这是公众人物要去承受面对的，带给社会大众一个很不好的示范。我也伤害了爱我的人，我很无助，我很无奈，但我知道
做错了，我除了道歉，我不晓得我还能做什么。如果骂我你们能舒服一点，是我愿意接受，我会努力好好的，然后我们都要好好的。